弟兄姊妹平安，願耶穌嘅光照耀你嘅心。今日嘅靈修係喺加拉太書第2章1到2節，經文係咁樣講：過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述，卻是背地裏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唯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願神祝福聽佢說話嘅人。14年嘅時間，如果你有仔女，佢哋都已經讀中學啦。喺咁長嘅一段時間入面，保羅對待福音唔單止冇改變，佢冇改變佢所傳嘅福音，佢繼續堅持，而且冇放棄到。而呢啲背後都係因為呢啲係受神所啟示，包括佢應該去邊度。但我哋知道14年之後，佢又上咗耶路撒冷，呢個當時基督教教會一個好重要嘅地方。當時有名望嘅使徒，好似彼得呀、約翰呀、雅各呀，都喺嗰度。佢所教導嘅福音呢，亦都會私底下同呢啲教會領袖溝通過，所以確定大家傳嘅福音係一致嘅。我哋見到保羅，佢14年後已經唔似以前咁單打獨鬥，佢有佢嘅同工巴拿巴、提多。唔單止佢有同工，佢仲識得同其他教會合作。我哋將呢啲原則呢，都可以應用喺我哋嘅屋企入面。我哋夫妻之間，我哋喺培養仔女信心嘅時候，我哋係咪都合作同公傳一樣嘅福音呢？我最近聽到一個觀察教育嘅學者，佢嘅分享，佢話佢見到好多家庭嗰啲仔女信心成長得唔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爸爸媽媽意見唔一樣，亦都唔一致。呢個對仔女嚟講，佢係好混淆嘅。有啲小朋友聰明機靈啲，佢知道爸爸媽媽喺度講咩，佢自己可以將中間調和。但係大部分嘅小朋友其實係唔明白嘅，佢只係知道爸爸同媽媽唔一樣，邊個係真，邊個係假。於是呢個信心對佢嚟講係困惑嘅，因為佢睇唔到雙方嘅認同。如果佢去到教會教嘅又同屋企教嘅唔一樣，呢個小朋友真係完全混淆晒啦。所以我鼓勵爸爸媽媽們，我哋喺教導仔女信心嘅時候，要同教會同工合作同步。所以了解小朋友喺教會入面學緊咩，就係可以幫助你喺屋企入面可以重新強調，確定等小朋友知道呢個係可信嘅道理。其實從信心我哋就知道父母嘅同工合作對仔女嘅成長有非常正面健康嘅幫助，喺學校都係，甚至係家庭關係。最近我知道瑞士有一對夫婦，佢哋要面臨分開嘅呢個決定。喺呢個分開嘅過程入面呢，佢哋連分開都嘈到小朋友冇一日安寧。小朋友一上大學之後就頭也不回咁唔想返屋企啦，同父母亦都失去咗好嘅關係。喺大學入面亦都染上咗啲唔係幾好嘅習慣，父母管唔到佢哋，因為冇好嘅關係，合作同工或者唔容易。但係當我哋可以堅持得住嘅時候，喺我哋嘅家庭入面，對仔女嚟講係一個好正面嘅力量同埋榜樣。我哋去學習點樣同身邊唔同嘅聲、唔同嘅人合作，為嘅就係要達到一致嘅目標。喺教會入面呢，更加係咁啦。你諗下，如果教會領袖唔合一，弟兄姊妹嘅心都跟唔上，甚至會開始懷疑神、懷疑教會。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們，等我哋今日學習由神嘅話語入面去珍惜呢個合作同工嘅呢個機會。等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我哋獻上我哋嘅感謝讚美，多謝主透過你嘅話語，等我哋了解到合作同工嘅美好。呢個美好呢，係從神你嗰度領受嘅。等我哋都謙卑自己，等我哋睇人哋都比自己強，等我哋喺呢個同心合一嘅過程入面，唔止我哋嘅家庭幸福，我哋工作嘅地方都係和平嘅，我哋嘅教會亦都係可以蒙神喜悅。
將榮耀歸俾神。聽我哋呢個同心合一嘅禱告，係奉耶穌名求，阿們。